因为武汉肺炎疫情，引起民众受尽咧买喙罨。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伊搭配这个时事，伫面册专业分享馆藏的台湾喙罨的100年亲密史。日本时代，台湾就开始有挂喙罨的防疫观念。看这张新德州卫生科的宣传单，针对流行性的脑吹膜炎，警示台南地区正在流行，大家爱注意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，喙罨型的防毒面具主要用伫军事救灾甲防疫。1970年代，奥多麦开始普及，早期喙罨的广告内面强调喷农药爱挂喙罨，骑奥多麦嘛爱。1980年代，这款西雅布的喙罨是后来各种五血杂色喙罨出现前上接看到的。所轰动社会的一个非常有名的银行抢劫案。1982年，李斯科挂喙罨抢银行。1988年被拍做电影。为这个代志了后，日本银行承诺会请你留喙罨。2003年，SARS 重大威胁 ，N95 医疗级的喙罨出现啊。2014年，318公民社会运动，伫医疗用喙罨顶面有写一个真大字愤怒的愤。台湾人在使用口罩的这样的一个习惯，大致上是至少在1920年就开始。台湾人用喙罨已经几百年啊！国立台湾史博馆利用面册专业宣导防疫，嘛，互大家增加知识。